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5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终于涨了，而且让这个金融消费者过了开心的一天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0.7%，深成指涨1.24%，创业板指数涨1.37%，沪深两市成交额是11800亿，比昨天涨了1700亿。从盘面上看市场热点轮番活跃，个股是涨多跌少，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上涨，上百只股票涨停。所以说今天这个走势让金融消费者感到了一丝暖意一丝安慰除了成交量没有这个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实际上1.1万亿还是比较低至少要到1.5万亿以上才能配得上它这个点位成交量没能进一步放大。那么今天上涨什么原因呢？恐怕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首先是早上一起来就有一个好消息美国一家联邦法院叫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周三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解放日关税生效，裁定特朗普以贸易逆差为由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全面的关税，属于越权行为。总部设在曼哈顿的国际贸易法院称，美国宪法授予国会专有权管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而总统用于保护美国经济的国际紧急权利无法凌驾于此。这项诉讼由无党派的自由司法中心代表5家从关税目标国家进口商品的美国小企业提起，是对特朗普关税的一个重大法律挑战。这些企业表示关税将损害其业务能力。这起诉讼是针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7个法庭挑战之一，另外还有来自美国13个州和其他小企业团体的挑战。我看有媒体报道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说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在哪儿，也不知道它干什么的，也说美国很多律师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法院，人家就管这个关税。这个国际贸易法院他认为这个关税的这个制定关税的权利是宪法授予国会的权利，你不是给总统的，总统你不能越权，总统也不能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吧凌驾于这个国会之上。这个关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这是宪法授予国会的专有权。当然了，这个特朗普他不是一般人，人家说了马上就要上诉，不要以法律为借口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个肯定是个利好对吧，把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关税贸易战给他暂停了，所以这个对资本市场来说尤其对咱们那肯定对吧是一个利好。虽然后面还是一波三折也就是特朗普他不可能就这么束手待毙他肯定还想别的辙，所以受这个影响咱们胡适反弹也很正常。另外呢还传来一个利空消息，但是胡适反应是正面的什么利空消息呢？根据这个媒体报道是特朗普政府已要求提供用于设计半导体的软件的美国公司停止向中国企业出售其服务，这是最新举措，旨在加大中国开发先进芯片的难度。此举导致美国很多科技股下跌。北京时间周三5月28日晚间，新思科技股价下跌9.6%。但是到咱们胡适呢，咱们呢涉及到这个软件设计这个行业就是芯片设计软件这个行业叫 EDA 概念集体暴涨，什么盖伦电子20%涨停，管力微、华大9天一度大涨超15%。也就是说这叫国产替代嘛，那美国的这些半导体的设计软件咱们用不了了，那只能用这些国产的，这国产的机会就来了。所以沾这个 EDA 概念的这些股票都暴涨。不过我不能不说根据这个成交量来看，这个大概就是一天的行情下个交易日恐怕就得震荡，要么就是回来。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支持它走牛市财政部的数字显示就是刚公布的1到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26万亿，与上年持平。国有企业那就没有增长利润总额13491亿元，同比下降1.7%。什么意思国有企业利润也在下降，营业额没有变4月末
资产负债率65.1%，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就是国有企业负债增加了，这个可不是什么好现象，负债增加，对吧？营业收入没有变，利润下降1.7%，对吧？从这些看，它也不支撑沪市走牛啊。现在沪市走牛，你也只能说是银行股走牛，但是银行股你敢不敢买呢？昨天我的节目啊，我介绍啊，有很多人炒黄金，媒体报道啊，炒黄金的这些人呢，非常惨，有人甚至啊前面赚了好几把了，最后这一把进去被套住了。中国新闻网啊今天报道说，国内金市客价一夜大跌36元，国内金市又跌破1000元。29日，国际金价继续下跌，截至10点半，这个黄金一度跌破3270美元每盎司，最低触及3269美元每盎司。说伦敦现货黄金一度跌破3250美元每盎司，最低触及3245美元每盎司。受国际金价影响，国内多家金店足金饰品价格再次跌破1000元大关。周大福、老凤祥足金饰品价格由前日的1006元每克下调至990元每克，每克下跌16元。周六福足金饰品价格由前日的1006元每克下调至970元，每克大跌36元。这些炒黄金的恐怕现在是正在受煎熬啊！我的节目啊，一直劝韭菜啊不要去炒黄金，对吧？你看不懂那玩意，你买点黄金消费是可以的，买个金耳环，买个手镯，但是不要指着炒黄金啊，在那儿搞什么保值、增值什么，甚至啊还要什么财富自由。我昨天也说啊，如果你看好沪市，你认为沪市要涨到4000点，甚至有人不要说涨到14000点吗？它现在才3300点啊，哪怕它是涨到4000点，你认为它要涨到4000点，你不如啊，你梭哈这个指数基金加杠杆，因为你认为它要涨到4000点啊，不要去炒黄金，对吧？而且也不要炒沪市里面某一只股票，你把握不住，但是你就认为它要涨到4000点，那你买指数基金加杠杆，这个说的我认为是非常清楚啊，是你认为指数要涨到4000点，不是我认为要涨到4000点。然后这个油管上啊，有个傻缺啊，居然跑出来秀他的智商下限，他跑来评论啊，说你的标题说买黄金比股票风险高，视频中你又明确建议加杠杆买指数，难道指数就一定会涨？加杠杆买指数不如加杠杆用闲钱买黄金，到底哪个风险高？他气势汹汹地问我，这好像我欠了什么东西一样。你在油管上免费看节目，你就是消遣，对吧？你要想有什么投资建议，那你好歹充个会员呢。你看会员节目他也不充，那就算了吧，对吧？你不愿意充会员，你想就是白嫖，对吧？你就是想通过看个节目就知道就能啊拿着钱去充进去，然后你就发财，这个想法我尊重你，对吧？你有这个权利，对吧？那你也得尊重我啊。那你不愿意充会员，那你看节目，他连节目他也不看，他就看个标题，节目看了他也看不懂，就尽是这种人，他还想投资，就这些人如果能赚到钱，那不是天理难容吗？老天都瞎了眼。就这种人投资啊，如果让他赚钱，那跟鼓励犯罪没什么区别啊。他看个标题，他里面节目他也不仔细听。你喜欢买黄金你就买去啊，对吧？你买上几公斤，拿罐子装上，放你们家地底下埋上。现在你们家也没地吧？你要城里面楼房，你别乱埋啊，埋了那到时候此地无银300两，被人挖走了，你找谁去啊？农村的宅基地也不要埋啊，那你们那是村集体的，到时候又说不清。你在银行搞个保险箱放银行里面，不容易丢，这样一年交点管理费。不过这个你也得小心啊，银行给你调包，对吧？你买的是真黄金，到时候取出来的时候是什么黄金说不清了。当然了，你也可以不买这个真黄金，对吧？你买那些黄金的指数期货啊，那更惨，到时候爆雷了，你毛都见不着。就是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傻缺呢？他以为他看个节目，然后他就马上就去操作，谁欠你的？你但凡连续看过3期，对吧？你都不会去买黄金啊，你也不会去炒股，对吧？你要听我的劝。当然还有一些傻叉啊，当然这个从来不缺脑残呢。说我建议什么都不投资，你这个时候你愿意投资你就投资呗，对吧？你不要拉上别人，你们自己愿意投资你就投去。这些人潜台词就是让我要给他指一条路，能发财的路。投什么？一买马上就发家致富，对吧？把他那10万8万的七大姑八大姨借来的钱扔进去，对吧？第2年他就啥也不干了，财富自由，私人飞机就买上了。他都是这种心态啊，对吧？整个市场割的就是这种傻叉，就缺心眼儿。在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除了存银行没有别的选择啊。你说你要把他钱润到国外，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不在讨论之列。这不是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傻叉呢？他以为他看个节目啊，我就欠他什么东西，完了我就得给他指条路啊，你得投什么东西，明年就能赚400%，这都是隔壁老王把脑子怼坏了。这个胡适为什么一直在3000点上下逛荡呢？逛荡了20多年。哎，我们看看这个专家刘继鹏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股民大概2个亿了，他们的财产性收入除了房子以外，更多的一块什么呀？在股票。所以中国的股票的涨涨跌跌，牵涉了中国亿万家庭的生活。但是我们为什么讲老是在3000点？原因是啥？根本的原因，请刘教授，你只是这方面专家，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谢谢。的确，像你说的，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现在太弱了，而弱在哪儿呢？就弱在我们的监管体制上漏洞很多。比如说，鼓励科技人员高科技，啊，他可能就制定了这个，第2类限制性股票，第2类限制性股票定增，啊，今天股票10块，好，我允许你5折，打5折就是5块钱定增，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概念。那是对高管的激励还是定增？激励，它是激励，激励是以定增的方式给他们发股票。5折，12个月后你就可以归属，你就可以交钱去买这个股票。这是严重的不公平。但这个的过程呢，它就等于是拿我们市场上95%的人的公平丧失掉了。谁给他们这5折？他们拿到市场上跟10折的股票一样流动。那这个不公平是成本谁负担呢？是广大的投资人。这样的企业我们有1100个，1150个，都搞了那个的股票，我买的价格不一样，那个的股票已经涨到20块钱了。就是你在20块钱的时候，你可能交5块钱，对，买了一股，你抛到市场上，你就可以挣20块钱。这一个公司还不明显，这如果1000多个公司呢？如果说你300-500万股还不明显，如果3-5千万股呢，还有一部分是回购。回购是这些科创板、创业板的企业啊，他们这些年都3高超募，我知道，账上积累着大量的资金，超募资金，这超募资金可以到市场上买股票，买完了以后5折配给他们的高管、内部人员，那这个呢，其实不合理，人家回购要注销的。对，回购是一定要注销的，但是这个呢就没有回购回来就5折配给，这样就之间有一个50%的差异，那这部分就拿公司的钱就给贴进去了，进了管理费用。所以这都是严重的不公。你比如说减持的问题，大股东减持也是一个争议的。你说中国这一股独大，在科创板、创业板非常明显，平均都是大股东上市后持股都是53%啊，好像还有将近80%，有80%的，科创板都有。他们的原始股只有5毛钱左右，它经过3级放大，资产评估一评估，增值。比如说早期它的土地价值增值了，知识产权、科技这概念增值，它全增值了。1级放大资产评估，2级放大溢价发行都30-50块钱啊。70倍的市盈率，就前200家的创业板这数字我们做过统计，是吧？所以是吧？3级放大一挂牌再涨一轮，3级放大5毛钱变成50块钱，这不非常普遍？那谁不卖呀？你说这种格局，它在市场上它都要拼命的减持。对，所以这种减持，这个市场能起来吗？你像贝莱德那个总裁不就是说吗？我从中国退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中国的股票买不完，永远买不完，就是这个道理。他那个大股东的持股太高了。西方国家说实在的，前100家的上市公司我们考察过，基本上最大的就是马斯克，实际上他也就是21%。那第2名就是这个扎克伯格，可能大概14点几。第3个是贝索斯11点几，其他的都是3%到5%。所以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上市如果不限制大股东，那中国的股市就根本起不来。将近4000家都是民营企业里边家族企业居多，都是一股独大。上了市之后，他的心思就跑到大股东自己那儿减持去了。
心思走歪了。那个钱可不是带着小股东赢，是落到了他们个人的腰包里，这不就产生两极分化吗？我们说，资本市场要率先成为一个共同富裕的市场，要让所有股民基本上都应该能有产生财富效应。当然，我们说的所有这个概念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让参与者都能够盈利。那因此，你的制度设计就应该转向，这是偏向或者说投融资并重的市场，不是一个融资的市场。叶继鹏认为啊，这是监管有漏洞，主要问题就是大股东减持，对吧？大股东上市的时候，他已经通过1次、2次、3次放大，上市一成功，人家这叫财富自由，对吧？一个企业它一旦拿到这个通行证啊 ，IPO 一通过，马上天量财富就来了。这个还有这个傻韭菜，以为自己拿点钱就能实现财富自由。巴菲特全世界就一个啊，你还能找出第二个巴菲特吗？这些大股东那才真正的叫财富自由，对吧？原始股价格就1块，现在40多、80多，你说他能不卖吗？他就想减持，你拿枪顶着他，他也要想办法减持。这比贩毒的利润还高啊！那他为什么从1块能到80块呢？到40块呢？而不是说从1块到4块，到了4块，哎，这个小韭菜、金融消费者也上车了，也去买他的股票，然后涨到40，大家都跟着后面沾光。为什么不是这样的？而它的设计就是一上市就是让您这些韭菜来接盘，多少价位接它都是核算的，对吧？这是制度漏洞啊！这种制度漏洞导致啊上市变成一个割韭菜游戏，这就导致什么呢？实际上大家就一想就明白了。那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套利空间，所以很多人啊，他创业他的目的他就是为了上市，上市就是为了减持。既然是为了上市，那他就为了达到那些目标，达到那些财务数据，达到那些指标啊，他就会造假，对吧？这就是欺诈上市。为什么屡禁不止啊？因为它比贩毒的利润还高，而且不用枪毙。你说你就是个大毒枭，你想赚个几十亿也不太容易吧？所以说这么大的套利空间呢，哎，这都是制度问题啊。所以你事后怎么监管是没有用的，你把他手绑起来不让他减持，然后说啊，通过技术手段不让他减持，那都没用。那就跟现在一样呢，通过各种手段禁毒，严厉打击毒品，不还有人贩毒吗？你就是枪毙人家也有贩毒，贩毒的利润还没有这个上市利润高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监管部门天天打击，但是屡禁不止。如果你要看清了胡适的本质啊，至少现在啊他是这样，那你觉得还有必要参与吗？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啊。那有人就说了，那银行股总不是这样吗？实际上银行股倒没有减持这一说啊，但是问题是银行股它也被操纵啊，它不涨的时候20年的都是那个价格，对吧？工行一直2块多、3块、4块，坚持了多少年啊？它就是不动，对吧？过去分红分的也不多，你要买了它，你前10年根本都没动静。它现在是因为是吧种种原因，你也不知道它吹什么邪风啊，非把它拉起来创新高。那你能肯定你现在去接盘，它不会砸下来吗？砸下来说不定又10来年不动，你人生有多少个10来年跟它玩呢？对吧？这些银行股等到你接盘的时候，说不定明年后年它的分红又少了，业绩暴跌。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说利率下调，储户急凑100万直奔银行。近日，王女士的大额存单到期，年利率是3.45%，这恐怕是5年前存的啊，或者3年前，那利息还高嘛？大额存单到期了怎么办呢？3年利息总计93000元。23日当天早上，他就在朋友圈发问紧急求助，说大额存单到期，有什么好的理财？在线等急。没多久，一位在城商行工作的朋友联系他，城商行啊，称该行现在还有3年期2.4%的利率定存产品，要存也要抓紧。王女士想也没想就直奔银行，火速开了卡，并凑齐100万元，存好了3年期。我担心再晚点，这家银行也下调利率了。王女士告诉媒体，告诉记者啊，她说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她和家里人也讨论过好几种理财方式，但最终还是决定存银行，100万存3年，利息7.2万元，不知道3年后利率会怎么样。王女士感叹道：“我觉得啊，这是明智之选呐，立马啥话也别说就存银行。就是唯一的风险是什么呢？就他存了100万，那最好是存50万，对吧？把这个存2个银行，2个城商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万一这个城商行以后出问题了，3年呢，毕竟还比较长啊。你要如果想象一下，3年到期了，他取出来恐怕还得接着存，再存3年。也就是说，他只要不急着用钱，这钱一直在这个城商行存着。那万一这个城商行出问题呢？这谁知道啊？对吧？这个存款保险只保50万呢，因为它是城商行。
行啊，就到时候出点事完全有可能。它不是国有大行啊，但是这个风险啊虽然有，但是也比你拿着100万去买黄金，什么买这个股票那股票要强得多啊。人家风险还是小啊，最极端的情况，对吧？也就是50万没了。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